เห็นว่าชื่อนะ陈经理还有处长领任组长还有副组长，在座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晚安。时间咧过足紧啦吼，那谈情讲就是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啊吼，所以讲岁月如梭，时间咧过，但是讲是非常的紧，嘛会使讲是非常的无情啊吼。因为时间过吼，袂阁留倒转来，所以讲嘛是无情，但是无情是大于情。因为无伊无情诶，袂当真正即个层次快通。但是伫世间呢，讲起来本来就是有消长之理，所以讲这时间有法度。那当然要去了脱即种即种诶迄个世间观念，有就是爱真正去修炼法道啦。那无，其实就是有困难，嘛无可能会当真正来这个完成。那当然，咱伫修炼法道来讲起，讲希望免讲顺其有顺，顺其有顺呢，嘛就是讲免甲咱无好诶。要安怎来甲伊引导互伊成就这个好所以讲呢，伫修行的过程，难免都搁会有对，但是咱难免有对的，介好是会到时有对不要紧，因为咱会到时为什么会使会到时有对了紧呢？因为其他的时间呢，必先早晚都会知道，所以会到时就不知道所以讲呢，会到时不要紧早晚会有报应。早晚会有报应所以你若会到时有对，应该就不会有报应所以讲会记。若要有对，会到时毋通早晚所以讲起来力求啦力求圆满嘛就是讲，既然咧修行学道嘛是爱真正会当摕着较高分咱就尽量往这个方向啦究竟愈往越愈好这就是咱修道咧。应该的功课啦，嘛伊修道的宗旨，因为修道伊有宗旨，修道伊有功课，就是去解无白嘛，要安怎，达到最后会当明心见性，安尼伫咱一世人呢，真正会当潇洒走一回，会当真正圆满咱搁继续呢，对这个读这篇第二因为今仔日呢，甲咱各位前贤研究的，就是对82页甲这个85页。那这个本文呢，我家己读先第一些欢乐即菩提，见念也即凡夫，何念无即佛，见念欲境即烦恼，何念离境即菩提。先第一无二法界陀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自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我闻烦恼因果。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以界定慧。那伫这段呢，或是两边呢。叫咱大家来做一个互相的了解那当然呢，对于了解这个凡夫即佛
烦恼即菩提。那为什么呢？伫经典内底安尼讲，当然啦，凡夫即佛因为离成佛以前，当然拢总是来做过世间的人嘛。当然伫遮咧讲的嘛，就是咧讲咱人，无论人甲凡夫甲佛人，伊本来就是一个具足本来的这个地位德相啊，这是凡夫甲佛本来伊就具足。所以伫修行，咱咧讲的呢，无非就是要安怎会当恢复到咱的本来的面目。究竟咱来到这个世间呢，6万多年来所以讲难免有不足的所在。所以讲呢，过去诸佛菩萨伊来说过人会当真正去体会人生来到遮呢，有应就是八大苦嘛，轮回生死不息，而且生生世生生。所以讲呢，以佛来讲起来，伊就有这个理解。所以讲呢，伊会当真正修行学道，来了脱了着伊的生死，来真正转本还原倒转去。那当然，这就是咱经常行咧讲的。今日你要了脱生死，唯有修行这条路，若无可能，因为不二法门。唯有你着咧成就，就是不二法门，无搁有比即个较有法度，会当来了脱的即个生死。所以讲起来，凡夫甲佛讲起来就是拢总是具有如来地位德相。所以讲呢，伊的本质无差异伊若讲佛的即众生甲即是佛，那当然就是讲伊的名声由佛来到这个凡人，那么未是当然了，那么由佛变成了一般的众生，搁而且来对了这个四生六道轮回的生死，安尼去袂死去。所以讲起偏偏是人来讲，为什么人讲会较有用心，会较无用心？当然，伊即经典的分足济啦。那当然呢，就是讲较无用心，有可能就是伊袂是较济。伊的佛成分就较少。当然，你若袂是较少，你的佛性，伊的成分就较济。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伊的差异伫袂当无来对啦，袂当无。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咱要安怎讲？照着修行的当中呢，会当气脉来得到了解即个路。所以讲呢，咱不断伫道中内底，透过了解学习，家己会当去了悟。体会慢慢的来识透了着人生的真谛，真谛是虚，慢慢的当了解凡所有上皆是虚妄，凡是有为愿诸妄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讲呢，有这道理的体会了解了后，那当然呢，咱就慢慢要来安怎呢？气来得悟得着。所以讲呢，咱不断伫咧蜕变，咱不断伫咧蜕变。咱不断地蜕变。如果你修道，如果无不断伫咧蜕变，当然伊的宗旨甲意义会袂失去。那真正以站着修道来讲起来，咱会感觉讲，咱为虾米要进入这个道场？会去互伊搞混啦。那当然，如果讲进入道场，伊就是要求保庇。凡所一切的外王，拢是要求着福禄寿。当然呢，伊未来所成就，嘛是人间的福报尔。
所以讲呢，咱要安怎慢慢伫迷失的内底去找着咱家己？为虾米讲爱找着家己？其实咧讲是找着家己的心啊，找着家己的良心本性，安尼咧，咱就会当明心见性。这唯有就是讲爱不断的修炼学道。所以讲起老师大人讲，咱必爱三不离就对，无离为经典，无离为经典，无离为了解不当。为什么呢？因为社会敏感太恐怖，尤其是咱即摆在家修，毋比讲过去伫迄个青山古洞啊，还是讲伫迄个伫即个农业库农因为咱真诶在家修，当然所有诶人咱拢有可能去当会着，所有伫社会上诶，咱拢有可能去接受会着。尤其是即摆咧，伫即个世间来讲会使讲利益是非常诶重着啦。所以讲呢，咱若无谨慎咧，往往会滑入马坑。虽然有修行，但是不断那即个所在呢，无法度让伊改变安尼就非常的即个可惜。所以讲，咱若会当三不离，以真理来作为咱修道的依归，咱有在体会着即个道理，会当了悟即个道理，来作为咱修道的准绳，咱修道的方向，咱修道义的目标。那安尼如人亲言如理，并的话呢，相信咱会搁脚踏脱的前程应该会较深。若无，咱若无接受着即个道理，无接受前辈者，无接受了着即个活动会使讲起呢，更加危险对啦，更加危险。所以讲呢，伫咱修即条路，毋但讲咱家己要安怎会当多亲近了解道理，亲近了解佛堂，亲近了解善知识，嘛就是要安怎引导兄弟姊妹交咱共款。咱讲救人讲送佛送上天敢是安尼？无可能讲送佛送一百，安尼就无注意啦。所以讲呢，咱不断透过了着成全，不断奉亲，不断聚会，不断接受道亲，当然嘛是站在这个站在这个成全啦还是会当引导兄弟姊妹，会当真正来参与了解咱所有的办会活动，互伊会当平常接受的，当然伊就会对道理的了解更加较济，就会交咱做伙来修行学道，所以讲呢，伊的本质无差异，差在地干所以讲，咱一个修道者呢，当然爱会使讲非常的注意啦，就做袂好，有可能但讲个会难免。但是呢，咱一定爱时时嘛是爱警惕着家己啦，要安怎会当处用着广泛的所在。那烦恼甲菩提呢，这两个的境界，当然伊是实质是一体两面。若无以烦恼甲菩提，那伊两种的境界是显然不同的。因为烦恼，咱讲烦恼甲要死去，就是地狱，就是痛苦，就是忧愁嘛。菩提就是快乐就是快乐所以讲呢，伊两个景象无共款。所以讲呢，你若如果处理烦恼，那会使讲是亲像伫考验内底。那如果呢，你已经提升到了着菩萨的意境，那当然呢就是不同。所以讲呢，两个境界实质是一体两面一体两面。所以讲呢，嘛会使讲不一，不一不一，意思就是甲咱讲，袂当讲拢相像，嘛袂当讲
无共，伊无法度通割舍啦。哦，像咱个手呢，哦，咱个手有手掌心，甲有伊个手背。要安怎讲？要安怎讲？哦，得甲有得，因为伊无法度去割舍。所以讲个菩提啊，烦恼之菩提，哦，伊是不依、不因、不因。哦，那当然呢，伫即个所在呢，伊是同体，但是是两个面。哦，那伊会有即种精灵，是差在一点袂共哦。所以讲呢，咱讲即个一念生即天动，一念动即地觉，敢是安尼？哦，一念生呢，哦，就是讲伫咱个世间当中，无论讲对有了着人世间来讲起，会当利益着他人，利益了着自己，利益着自己，利益他人。那当然一念讲起，那当然讲起。伫世间来做下了着无边的即个罪恶者，那一路当中呢，会一直伫正着以来呢轮回的前进啦。所以讲的伫即个职业的当中，其实讲是非常的重要哦。咱讲莫以小恶而为之，莫以小善而不为啦。毋好想不啥啦，对无？但是故理故己。自然会积沙成塔。如果是恶的话，自然你离道就愈远；如果是善的话，你离善的会愈来愈近，嘛就是讲离佛会愈来愈近啦。你若是恶的话，无去改变的话呢，迷失的话，迷失在这恶的当中呢，无法度去改变，当然呢，你离这个魔呢就无。当然伫即个所在牵涉了伫咱未来，咱讲善有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讲呢，咱袂当无去注意在即个念心念，心念。所以有当讲伫修行来讲起，咱的戒是戒在咱的心念，毋是戒在咱的心因为心是心会啥呢？会努力嘛，我心想安尼，叫心去做哩，对无？你心若无想安尼，你才会去做。所以讲即个心念足重要。所以讲真正咧戒，毋是讲无啦，我也无去做毋对啦。无做毋对，有咱心咧想咧，安尼就袂使啊，敢是？毋是讲我无做啊，我无做啊，无做有污劣心得。嘛毋好，当然伊站在佛来讲起，当然就有不足不圆满的啦。所以讲，毋知讲咱修道修心，要安怎利用修养内底，会当修复了着即个一念，一念善，安尼有达26识中，爱当持久，不管是呢离道呢，拢无离开了着即个道。那安尼你无幸福，无你咧想啥？所以讲呢，伫即个一念。你若是讲咱咧画迄个铁路啦，即摆画一点怎画飞去？一点而且是讲差几毫厘90000嘛，你家看无差，而且无差一点无差，但是远去了后呢，所行出来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所以讲呢，咱一定爱注意啦，注意。所以讲，伫咱修法的内底呢，当然咱嘛是爱谨慎啦，爱谨慎啦。做的好势，咱嘛是尽量爱急求，家己会当做好势。较袂讲伫这道中40天、50天、60天，结果呢，无法度人，会当了解生死，安尼呢就可惜。当然呢，互我讲过，以后我的心境呢。要讲到目睭起伊讲，食足关门或许还是会有问题。不过无法嘛，无因为安尼，就讲惯了，对无？无法袂安尼想，嘛袂安尼做啦。就讲做袂好呀，做袂好嘛是希望讲会当真正趋向于圆满的目
目标方向。那当然呢，伫这个会呢讲起来，过去古人用这个会来比喻了伊的烦恼，比喻烦恼。所以烦恼就是苦嘛。烦恼就是苦，无人讲烦恼快乐的苦，我烦恼到愈来愈无法子，无可能嘛。你若看迄个人安尼面忧面干，无法度啦，我烦恼到要害去，要烦恼啥？烦恼袂了，讲袂了，所以迄个烦恼呢，嘛就是亲像活在这个火地里共款，所以讲诶，咱要安怎讲来离苦得乐，要来离苦得乐。那么呢，这个莲花来比喻伊是菩提啦，所以讲呢，菩提是快乐啊。所以讲伫当下内底，你若是拢保持恶六时中的拢总是迄种欢喜心、快乐的心，你就当下就是菩提，就是菩萨。毋是讲死甲去做不了，不是这样，毋是安尼所以讲呢，伫咱修行学道第一。当然就是要离苦得乐。那修道愈修愈忧愁，修道烦恼愈来愈多，修道得失的心愈来愈多，要安怎离苦得乐？所以讲修道要离苦得乐是咱修道伊的宗旨，咱毋是要去求福禄寿。你求着福禄寿，无代表你会当离苦得乐啊。但是你若用心地如何离苦得乐，就无一定看见世间的名利啊。所以讲真正的快乐，毋是建立在物质，是建立在这个精神的妙性。亲像咱人，人有一旦水一条，应在无含情，不堪其忧，为也不改其乐。虽然是环境作歹，但是伊不改其乐。就是代表你恶六时中呢，拢总是离苦得乐，袂怨天尤人啊。为什么我命会遮歹？伊袂啦，随顺因缘，解脱自在。所以讲呢，伫这个咱修行学道要离苦得乐，嘛就是讲，因为咱是因为烦恼较会痛苦，有烦恼有忧愁，安尼会产生了个痛苦。所以讲呢。要离苦得乐呢，也就是讲，要安怎伫烦恼的火体中去生出了个花莲要安怎伫火体中生出了个这个花莲？这就是咱修道的功课啊，敢是？咱修道毋是一天过一天的，真正修道呢，会使讲是。时时拢非常的谨慎但愈认真研愈去读经伊足惊做唔对，因为若无甲源头做源头老，源头做源头老，安尼未来呢，你成就就困难。所以讲呢，咱会当经常行咧讲，要安怎亲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咱会当得到高贵的情操。那当然咱要安怎会当做佛菩萨？唯有就是烦恼中来去找到这个啥呢？找到这个福缘。那安尼呢，咱这世人会当讲未来成就无限。而且呢，你解偌济，你的痛苦就减少偌济。你若无病毒悲喜无悲。相比咱痛苦，无可能解除啦。所以讲呢，咱若愈修愈快乐，愈修愈快乐，安尼好像是对咱若愈修愈艰苦，愈修愈忧愁，安尼就哪说对当然，咱的愈修愈快乐，毋是代表拢无遇到歹代志，敢是安尼？毋是代表也就是讲，咱修道的内底，咱的心境不断地咧提升，因为你了无了着人生的真谛，世间本来就是安尼起起落落，对对错错，因为世间就是讲无可能拢照好的，拢得到好的，无得到歹的，袂当着歹的，
不可能。所以讲起来呢，伫咱的世间，你若法度去领悟，搁而且一切拢是即个缘生缘灭。伫世间本来就是安尼话，那唯有咱就是随意顺了就因缘。即使你当着无好的，你嘛应该会去家己要安怎去安怎去面对着你内心的烦恼。所以讲你无烦恼，当然你就得到快乐。因为你烦恼，我讲的，若欠人钱烦恼钱嘛是爱还的。敢有讲烦恼钱免还？敢若安尼无就莫烦恼所以讲呢，咱即摆就要开始学好，欠人钱莫烦恼，较认真来趁。你像讲迄个少爷，少爷呢2个囡仔咧读大学伊除了伫公司上班，伊自我回来去。也有迄个正业、兼业，搁有副业，为虾米要安尼？无法度，无钱，无够趁。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来当真正去体会。当然，咱慢慢学习啦，互我拢讲是学习啦，无互我嘛无迄个意见讲放下看开啦，互我拢要学习啦。学习放下，学习看开。所以学习内底。也都有放不下伫迄个看开的里面，还有看不开不可能这种是咱爱慢慢慢慢当然你来咱骹手不紧就好，因为你心不紧你心若快乐就佛菩萨，好像生活在天堂对吧？所以讲呢，离苦得乐就是慢慢学道，你离苦得乐就是安尼嘛，无免叫做离苦得乐。就是讲你当着，因为你心境的提升，当着事，你会了然于世，但不为所动，达到你本来那一种的清净，其实也是佛。我讲安尼欠人钱免烦恼加困入去，食袂落的。唯有就是讲，咱要安怎要安怎讲面对，想方法来甲经济该退就退，该食就食，安尼的功夫就无简单安尼。真的呢，这就是咱修道的练功夫就对啦。那再来呢，咱咧讲借着这个借烦恼来做为了着正常缘借烦恼，若无当着烦恼就无真善缘，敢是？当然，你若已经到某个程度，不为烦恼所动，当然呢，你本来你的意境就很高。但是伫你修行的过程内底，我讲的，要当着拢感觉讲我咧修到拢袂歹无脾气，无毛病啦。一个当着的时阵，无共所以讲呢，若万不你当着烦恼、忧愁、痛苦的话，伫迄个当下，你爱清楚心定下来讲好，安尼体会来我要安怎伫我的内心内底来面对着这个烦恼，来放下，来看开，照安尼来试看卖啊你若有自从这个烦恼来作为你修持心境伊的真善缘，那安尼到底咱的意境偌悬，到底我的脾气毛病改偌济，安尼较会知啦，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自从半小时甲动作1小时，若要当着逆境无法度改变的。所以讲你有看过去，毋莫讲过去啦，跟即摆人嘛相像啦过去讲散甲去互惊的你讲看摇命，伊就安立下一个志向，未来成为了着企业家，对吧？伊若自个无当着迄个位啦，过去讲义的，袂使
咱这个去了卡所以讲呢，当然等礼拜我定定是因祸得福啦，因祸得福啦，所以讲呢，礼拜内底咱要安怎去甲伊应用，这个咱会当伫修道内底，就讲若当着呢，那唯有伫当下，咱要安怎去接受，随时放下看看，那么呢，咱会经过了着磨砺，甲陶用咱的心性，磨砺陶用着咱的心性，因为咱修道较多讲，毋是咧修福乐修嘛，无咱咧修头家一空咧，咧修头家一空，迄个生死的门户，就是讲心性嘛，所以讲咱修道咧，咱修心性，其实心，其实心，咱修心，你会当圆满，那自信就会光明。为什么讲无讲着？咱都讲诚心心，但是为什么咱修心性？咱无讲修心，心心性心，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性圆满，心就圆满嘛。敢是安尼？你做就袂做唔对啊。所以讲，这个心足重要。所以讲呢，这个心性要互伊会当圆满，照着这个烦恼不断的来淬炼，来磨练，让咱的心性当有法度照着安尼相互习性。你迄个角相应，才会慢慢光骨才会圆满啊。所以咱常常咧比咧就是讲伫溪流的内底，为什么石头是有的？为什么？你想？海浪，伫这个溪，下流的溪啦，毋是迄个溪水的啦，水，流动的水，流动的照着流动的水去动着这个石头，这根石头杀行的时阵，这根石头都去动着别天，别天去动着别天，去动着别天，所以会圆骨啊。所以咱各位先生，你修行若拢动着无好，会敢好？敢好？好你讲的原来其实当然是卖当着啦当然，伫世间无你讲，无可能讲好咯，永远咱咧地下歹拢去互歹，不可能来遮做人，来既然来到遮当然有带着风心有沉淀再来啦所以讲来到这个所在呢，别讲都非常的圆满，其实是或许他行了或许是真的比较不可能，因为它是沉淀再来，沉淀再来嘛是爱有考验的，无你哪会流失去呢？敢是？是讲你若沉淀再来，毋过来到遮看着花花的世间，怎啊袂记你讲我是要来帮助到的咧？我便是当然嘛，安尼嘛袂当等伊咧，所以讲真正咱上爱拜的，要先去靠肯定，但是咱爱有智慧啦。就像咱即句咧讲，爱甲当作真善缘。安尼话，你不断的冲击的内底，不断的来历练你的心性，和你的心性呢，易坚韧。敢是左解吗？左解吗？左解艺术就是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就是你的德性，究竟圆满所以讲呢，这个所在，咱有这种的认识，其实呢，伫修道会愈来愈平稳，那么呢，你的道业就愈来愈会精进。若无一颗跳到倒咧，一颗跳到倒咧，所以讲修这条路，
咱会当慢慢啊去认识，慢慢啊去了解，理解。人讲拍断手骨电脑用，真正有影呢。即种哦，最近 FB 老师讲哦，愈修的考验愈济啦。安尼敢会惊着？咱会讲既然大修讲大考啦，安尼是要安怎就好啦？安尼讲伊真诶是，安尼是要修还毋修啦？嘛是爱修啦吼，嘛是爱修啦，因为比较艰苦啦。其实你心境啊提升起来，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是课程安尼咧成就嘛。但是老师咧课毋是黑白课，伊看啦，你感觉讲考试官吼，愈歹考，愈大张愈歹考，代表就是你嘅成就愈好。所以讲咧，咱大大甲你考一个，若有过关难过，关关过，这就是你慢慢咧成就，你敢知影？因为你嘅心境提升嘛，你即个才是咱讲上天无私，伊即是富呢，这是要咧趁钱的呢。你收偌济就是偌济，你也免惊讲我收遐济，结果上天拢无看伊，放心，是惊咱做无到遐尔。你若做有到遐，上天拢一直计天点点滴滴天计算啊，袂叫想到天。所以讲呢，伊即个所在呢，咱老师就安尼甲咱提醒，当然咱是修主呢，咱有即种认识，咱爱有所体会。所以讲呢，伊即个所在，欲不夺不生气，言不教不离义啦。就是讲伊你若有经过了就切磋琢磨，一个选手伫迄个空场内底用起来是歹看的呢。佮经过了就切磋琢磨了后，即个选手才会简单呢。毋是，咱拢定咧比例啦咱咧互咱拜的诸佛菩萨在伫遐，在伫遐。伊要一块茶切甲互咱，要一块茶要互人下当菜里，按咧倒顶伊遐拜，有那就经过调节师伊遐切磋琢磨咧。你甲我切甲偏就是偏，喙就是喙。你甲看袂咧？安尼爱经过偌济个忍受，伊才有法度能形成一尊佛啦。哪会贪即个也无拜咧？无你若讲凊彩摕一块茶来菜到顶倒遐。敢有人咧拜？无啦这是咧用啥？咱嘛毋爱拜。对佛作诚心，咱嘛毋爱拜，因为哪有咧看迄块茶大咧？所以讲呢，拢爱经过了切磋琢磨，人不教不离义啦。当然呢，有当时是去互袂入一去。所以呢，咱不断爱照着学习。所以老师甲咱讲的三不离啦，也就是讲，咱不管是会当依照即个经书前言来作为咱修道的一个方向目标。安尼会为咱不断学习嘛，不断学习那当然人好的咱就爱好啦，人无好的咱。当然，对于了解经书，咱不断的，咱一定来学习的，毋通无学习，毋通无学习。你无学习呢，咱对道的念会愈来愈多。你愈无出来道场，咱道的念会愈来愈多。所以讲呢，圣者讲讲，因不教不离义。所以你甲看卖道清是啥物仔咧去接触？你要看咱曾经于这段时间。不断伫高阳下对策，热心，安尼叫咱高雄浅显的那个互动，你甲看卖今仔日咧频频点安尼有好消息，这拢一大一年等就有无可能所以讲呢，拢爱下对策，不断就是讲咱要安怎去亲近
咱是浅显大德，浅显大德伊就叫咱互动啊。你若叫伊互动，伊会叫咱互动。所以讲呢，理不理财，财也不理你。所以讲呢，咱身为一个推动者呢，咱一定，只要有时间上会使，身体上会使，做咱会做一个，爱尽心尽力啦，尽心尽力，修道呢嘛是尽心尽力去做就好，尽心尽力，但是唔通讲有言有做，那这样就讲不过去了啦。你看你会当做的，你就去甲做，袂当的，袂当的，没办法。唔通讲有言，无言讲无言，有言佫唔做。当然啦，莫讲要成就别人，干那咱家己要成就就困。所以讲呢，咱来不断叫咱的人心呢，要安去互动。其实你用真诚，叫咱人心互动，道心呢，伊会感动呢，伊会感受呢。针对者对伊即种的迄个，迄种的迄个鼓励，会遐尼注意。你感觉伊嘛总想要甲咱互动，安尼的话呢，是毋是？大家都可以学习了解。当然，对咱的道路来讲呢，都会有帮忙嘛。所以讲呢，伫修行学道来讲呢，无艰苦，即个道绝的逆险。要安怎开创这世里面的工业，当然，千里好名书，万里求考决，大破天下无一处。你讲上山倒顶，下海之烟，真正呢爱千锤百炼啊，千锤百炼。迄个赵老师有铺一块迄个请一个电饭师迄敢若基础做的嘛。要讲即个伫国外开放的迄个经过我想讲，即要来看袂使一啦人太做甲遐尼好势咱安尼做拢袂好势哪会当来上即个课题看较好的 idea 无啦安尼看伫迄个未来会当安尼办较好势即嘛是咧看人个敢是因为。咱讲资源同享嘛，伊讲出来，咱即摆去甲学文100分，无你若学有30分，敢有差？嘛是有差啦。因为当然啦，咱会虽然拢是一贯道啦但是道场上的文化呢，伊的迄个背景有啥现象？当然有时咱会使，咱就是100下拍会使不绝对啦。但是呢，咱会当去学人的，会当讲会用一个听配音啦，会用一个没关系啦。所以讲呢，咱有去学习就会有所以讲呢，要开创了这个这世里面的工业，真正没有摆出的午餐，敢是安尼？无可能讲我做遐济工地一直来啦，教好个，若安尼大家嘛要来修道啦，拢来遮泡茶就好啦，你就是修道啦，所以讲呢，修行学道，当然就是爱利己利人啦，无可能干利己嘛，利己袂当了世事，一定爱利己，嘛莫讲拢为别人，家己拢无啦，莫安尼啦，上天嘛无甲咱讲，你拢去为别人，你家己拢会为，其实你为别人就是为家己啦，敢是？因为你为别人，毋来通建立功德。所以讲呢，后壁跟大家讲，梅花伫即个严冬寒风刺骨，即个梅花你看咱的国花就是梅花嘛，对，咱即个国花就是梅花，梅花就是讲伫即个寒，足寒的时阵，伊愈寒，开花愈水，咱的国家毋通甲当做这是咱的国花。当有法度咧来显露了解梅花扑鼻香，但会当酝酿梅花扑鼻香呢？你听呢？所以讲咱常常咧比咧，我足想讲看会当像迄个古太平咧，你看人咧好听，足新鲜。你敢知人食偌济苦？毋知，但是知影伊好听。
啊，袂输那像家己咧用安尼，无啦，咱咧靠食偌济啦，啊，烧香诸菩萨，咱都定咧比咧嘛，为什么人无爱拜啊？人都去拜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在世的时阵，就是做咱正咧做的，修办度化众生嘛，度化众生嘛。安尼咧，咱慢累积了着伊的功德，所以讲咧，这个功德咧，咱会当讲，会使讲到处啦，拢有观音寺嘛，这就是对了着这个观世音菩萨咧。那么伊伫在世的时阵，会当去利己利人，利益众生，所以咱会成就了着伊今仔日的一个高位。所以讲呢，对有了着这个菩提，也就是烦恼中来磨练出来，敢是安尼？伫烦恼中所以咱头拄咧讲，伫烦恼的借着烦恼来做为正常缘。那安尼呢，你有法度通关难过，你就愈行愈来愈行菩萨啦。若拄到克倒，对不起。对不起，就无法度。所以讲呢，这个菩提就是伫烦恼中内底来现出来。所以伫烦恼的内底有菩提，也就是讲咧莲花，莲花就是伫这个雾里内底来出现这个漂亮的，各有法度开出了的这个遮尔水的莲花。所以讲伫这雾里内底，伊就有法度能展扬这个高贵的莲花，所以讲呢，烦恼中，菩提伫烦恼中来磨练出来，所以讲呢，烦恼即菩提，伊是这个不依，不依不异，不依不依啊，它是一体两面的。诸葛咧，安尼讲起来，你若是菩提，就是充满着烦恼。你若无烦恼，你就是菩提。这个精神伫对，关键伫对，关键是心啊。